遠赴雲南、昆明同上海作實地取景，俾你一路追看緊湊劇情，一路欣賞風光明媚嘅高清畫面，細膩自然。天氣報告係由碧桂園之廣州鳳凰城特約播出。各位，本港今日多雲有幾陣雨，能見度較低，部分地區嘅能見度曾經下降至2000米以下。我哋睇下天氣圖啊！一道廣闊嘅雲帶正為華南沿岸地區帶嚟有雨嘅天氣，同時華北嘅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會喺聽日稍後到達華南沿岸。天文台錄得嘅氣溫介乎16.1至19.4度，相對濕度喺68%至91%之間，吹和緩東至東北風。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平均指數係1，強度屬於低。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3。6點鐘氣溫係18度，相對濕度90%。由尋晚到6點為止，天文台有3.6毫米雨量記錄。我哋睇下天氣先生有咩預測。預測為多雲有幾陣雨，能見度會較低，氣溫介乎16至19度，吹和緩東風。聽日稍後風勢會增強，展望之後2日有雨，風勢頗大，天氣清涼。環保署預測聽日各區空氣污染指數介乎55至95，空氣污染水平係屬於偏高。跟住係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北京天晴，上海多雲，成都、廣州都有雨，下午係有驟雨。澳門有雨，台北係密雲，首爾、東京都係天晴，馬尼拉有驟雨。胡志明市係天晴，曼谷有霧，吉隆坡有雷暴，新加坡有驟雨，孟買有煙塵。雅加達同埋奧克蘭都有雨，悉尼同埋布里斯班係天晴，墨爾本有驟雨。洛杉磯、三藩市同埋溫哥華都有驟雨，紐約有雪，多倫多係多雲。倫敦、法蘭克福同埋蘇黎世都係多雲，巴黎係密雲，阿姆斯特丹有雨。各位天氣報告完啦，多謝收睇，拜拜。你稍後請收睇《現代陳世美》。呢張相你點解釋啊？你唔好話俾媽咪聽，我驚呢個打擊佢受唔起啊！我喺台面度揾到隻手指，我轉頭 send 俾你啊！阿媽拎過隻手指，我阿媽睇過我扮龍鳳如果嗰張相啊！同事三分親，今晚8點兩台同步。一出手天下我有。第一次佢居然俾90蚊稿費喎，我覺得呢味嘢制得過啊真係。小說大家自我評價，我自己純粹睇過算數啦。我4個字就完啦。香港不積，星期一晚11.1。難忘上海婆，左鄰右里歡樂時光，永遠的開心果，沈殿霞72家房客，星期日下晝1.3，兩台同步。鑽石地段豪宅要有時尚品味家居用品配合，先可以變成理想嘅家。超級大型家電及家私直銷專門店，有時尚家私、高級櫥櫃、名牌家電、影音產品，走進潮流尖端。直銷中心有限公司，直接滿足品味高尚嘅你。舒緩牙齦熱氣不適，係益達草本精華至啱。佢有金銀花、菊花同羅漢果精華，清涼牙齦，仲有護齒嘅曬駱駝成分添。益達草本精華，世界牙醫聯盟認可。支持香港公益金，一齊嚟參加2月24日新界區百萬行。高登眼鏡閃亮蛻變，成為國際連鎖嘅 LensCrafters 亮視點，更新鮮嘅視點任你體驗，亮視點蛻變新亮點。
想像，獨一，只因無二，無需外置機頂盒。香港第一部全高清電視，內置 HD 數碼解碼器 ，Samsung 全高清 ID TV。阪神銀行決定增加20億融資額，希望我哋兩父子可以和好如初。聽完總裁嘅承諾，我好放心，我會全力幫助鐵平解決眼前嘅問題。今次總裁一心要阪神特殊製鋼倒閉，最麻煩嘅事終於都發生咗。亞馬達米拉山田社特約華麗一族，星期六晚10:8。以下節目以全高清製作，優質視聽請細心欣賞。影響兒童成長嘅亞氏保加症，點解令天資聰敏嘅一族成為家長管教嘅困憂？今晚事必關己。鼠年好，財爺到，0809預算係咪一切向好？前瞻發展，輔助弱勢，曾司長親述0809大計。記者提問，曾司長回應各方關心。各界猛人分析新預算案點樣影響民生。星期三全日經濟先行。乜嘢係全高清？買電視點先至係至精明呢？ Sharp 特約高清新眼界，今晚10:7。隨心追尋人生目標，我哋助你實現，宏你成就夢想人生。我中意無拘無束，就算嗰幾日都唔例外。全新 Kotex White 突破性零摩擦活液，加埋 Multi 鎖濕層，俾你㗎，令你幾時都可以放心 keep going。仲有 Kotex 弱酸性透氣護墊，呵護你嘅幼嫩肌膚。挑剔、霸道、野蠻係佢嘅性格。但係個仔偏偏娶着個巴渣山寨女，日日針鋒相對，從此格格苦內相痴對決。汪明荃破格演繹野蠻奶奶，大戰鐵嘴雞胡杏兒。我的野蠻奶奶 DVD、ECD 現已有售。財政司司長將喺2月27號宣讀政府新一年度嘅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演辭會喺政府網頁www.budget.gov.hk 同步發放。你亦可以喺當日下晝到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索取預算案全文或撮要單張。撮要單張亦會喺多個主要港鐵車站、商場及其他指定地點派發，歡迎殺閱。紅酒業再要求減稅，有邊個會得益呢？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特約財經透視，星期日晚6點及深夜12:3，真情分享，活出健康時尚。卡士蘭任達華心得廣告雜誌，星期日晚11:30。肥姐離世後，秋官首度現身向傳媒開腔回應。尋日缺席陳冠希記招嘅林建岳，原來去咗泰國見白龍王，留意東張西望。煮乜嘢惡搞食物，令佢哋興過辣雞呢？ Competition is called Top Chef.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高廚星期日晚8:30，明珠台。你奧運開幕仲有168日。2008奧運倒數係由運動就在家門口嘅中國奧園地產提供。身為一個武士，最重要就係揾到佢適合嘅武器。呢本前後後就係我手中鋒利嘅劍。我喺呢個漫畫裏面睇到你嘅內心世界啊，真係好感動。咪掂咯，橫掂啊！你都係想抄橋啫，趁就手啃佢。最美麗的第7天，今晚9:30，兩台同步。每當有感冒出現，樂信感冒小精靈即刻出動，我有效舒緩感冒嘅症狀，收鼻水、通鼻塞，好晒得，連醫生都信。開始覺感冒，樂信速到。